中原工商鋪為你送上最新嘅商廈租售數據同埋矚目買賣成交。1月份商廈買賣成交宗數約56宗，按月上升24.44%，按年上升36.59%。成交金額約10億6300萬，按月下跌87.34%，按年上升39.32%。至於租賃方面，1月份嘅商廈租賃成交宗數約508宗，按月上升9.96%，按年上升47.25%。成交金額約4845萬，按月下跌26.73%，按年上升104.61%。跟住一齊睇下各區嘅空置率。1月份港島區整體空置率11.9%，按月下跌0.3個百分點，按年下跌2.16個百分點。跟住睇下港島各區嘅數據。嚟到九龍區，1月份九龍區整體空置率16%，按月上升0.67個百分點，按年下跌1.16個百分點。跟住睇下九龍區各區嘅數據。我哋再睇下1月份5大矚目商廈成交。第5位，中環美國銀行中心23樓10至11室，面積約1840平方尺，成交價約3676萬，平均尺價約19980元。第4位，上環信德中心招商局大廈19樓02室，面積約2676平方尺，成交價約4038萬，平均尺價約15093元。第3位，中環香港鑽石會大廈15樓全層，面積約2750平方尺，成交價約5637萬，平均尺價約20500元。第2位，上環數字銀行大廈全棟，面積約36516平方尺，成交價約2億0800萬，平均尺價約5696元。第1位，佐敦18號廣場全棟，面積約55889平方尺，成交價約3億2680萬，平均尺價約5847元。想睇到更多更快嘅市場資訊，可以登入我哋嘅中原工商鋪網站。